聲帶仍然未得，都係叫 AI 幫手。開場白就由 AI Wilson 講啊，故事就由 AI 子華神導航啦。琴日坐地鐵聽到一個笑話，有個細路問佢老豆：如果個人喺太空同喺地球有咩唔同？佢老豆話：因為太空冇咗個核心，同響地球一定唔同。因為響太空冇咗個核心就冇咗磁場，冇咗個磁場就唔會吸住個人，你就會飄嚟飄去咯。大鑊，真係大鑊！咁簡單嘅科學知識都冇，咁嘅老豆點教個仔？大鑊到一個點。正解，個爸爸要搞清楚引力與磁場先咯。引力，地球係一個巨大嘅質量體，核心由鐵同埋鎳等重金屬組成。地幔同地殼亦都有大量物質，呢啲質量共同產生嚟嘅。磁場，地球磁場係由地核液態金屬嘅對流運動結合地球自轉，通過發電機效應產生出嚟嘅。真係要搞清楚先好教人咯。好似我開班分享無人機操作咁，一定要有相關知識加上經驗及實踐之後再分享㗎。